除了在上海冒黑以外，食药署也伫咧边境去查到越南进口的乌胡椒粒有苏丹红的色素。抽检的这42批当中，有3批拢是违规。目前呢，有一件是还阁咧复查。 最近乌胡椒佮团主检到无合规定的苏丹红，食药署佮地方卫生局合作调查越南进口的乌胡椒，拢总抽检42批，有3批苏丹红无合规定，其中2批是新北市耀华公司对越南买的乌胡椒粗粒佮乌胡椒粒，佮有1批是新北市适合公司进口的越南乌胡椒粉。食药署统计拢总有159.5公斤，留入去6罐区9间业者。其中的2批就是手板上所写的。 是由新北市的耀华公司所输入的。那输入这个产品，2批分别是黑胡椒粒，在输入了400公斤，那黑胡椒粗粒，输入了这个80公斤。那接着一批检出了这苏安色素，也是新北市的这个硕和有限公司，它输入的黑胡椒粒总共输入了90公斤。食药署指出，根据是案法，通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可新台票8000万以下罚金。食安问题，毋但是国内情形爱重视，侪侪人出国买车会回来，为着要互民众通分辨国外的食物，食药署有食品消费车红顶的网站，目前拢总有统计14个国家6000几件的国际食品，对人体危害程度为轻到重。 有青丁、黄丁跟红丁的警告。那如果这个产品它实质上有进入到国内，而且呢，它可能对于人体的健康呢产生立即性的危害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布一个红灯的警讯。食药署提醒民众，伫国外买食品返来台湾，敢若会当家己食，袂当伫国内国买卖。违规者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3万至300万的罚金。食药署嘛提醒讲，最近非洲的猪仔真严重，甲国外佚佗买物件千万爱细腻，唔通偷摸试火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